挨着都是流浪者，因为流浪，故所坚强；因为冇土地，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生命就像春蚕，要经过磨难，才能够绽放光芒。每摆嘅機會都要堅持，每一個機會都係希望。就算流血，也要忍耐，安慰他日總水長，甘苦來時愛強爽。茫茫天涯，风尘打滚心茫茫，凝情愁，藕断丝连繁华落，恩怨了，眼前凶相，眼成相诉。也是梦过，也是伤过。天地间，共相梦。Wait. I'm really thankful for your help. Please, take it. 哎呦，唔用按多力呢？唔是啦。Sam, please ask the young man to accept my gratitude. 年轻人，怎么称呼？吴廷昭，你在哪里高就？我在仓库当搬运工，没什么高就。不要再让他迷路了。告辞。年轻人，请留步。又有什么事？我很好奇，官府里都没有几个人懂英文，一个仓库搬运工居然会懂。学过，自然就能懂。有趣。我现在正愁找不到肯学的年轻人，有兴趣留下来帮我吗？或者有新的东西可学哦？帮您？那您就是新任的传政总理大臣？正是。本官沈葆桢。有咩可以？揀第一，有幾日第一，我嘅生意第一，有咩可以？有咩可以？揀第一，有幾日第一，有咩可以？揀第一。
條那毛，佢條老多安尼，就會變做歡喜。就算死，也要去大洋去跪。林峰，落嚟做埋咯。人哋係老朋友，人兄啊！錯啊！你屬實已救的，林峰，咱的天數也發了熱油，唔敢不陷害。俺哋乜嘢都恨，我常常會嘢都體油，本來幫阿妹、阿凡、天劍、天正，今日到底我做乜樣堅持？我看到希望有嘅物嘅，還有唔記得看唔起我嘅啲，我吳林峰，創出一番流氓強勢嘅大事業嘅。太戇居，實在係戇居。佢用成無人來講，體育都奈味，可能我了下還認唔出來。要做得繼續做那體育嘅夢。唔係，自家就唔講，那一生為到白卡山，為到那好人救濟，要麼頭腦就會俾人奪退，那你唔講，你愛我嘅堅持，就算我死，沒有較大嘅大人做下去。沒強用啊！為了體育，命都冇嘅，戇居。用作太戇居。來，唔會，佢最踢球咧。等一下了條路，想愛輕輕想想，自家聽聽下。想要看到天強，驚愛勇氣。大雁嘅有多份的意思，我認唔出來，我就做唔得效果戲嘅，連每行啲嘅頂愛。了解，天從唔會做個邏輯分開。唔會，放心，有大樣嘅處理，天做冇認得，啊。
你，我害书法来，这是。两年，天天的好。走。台湾府治在台南，对台北这块广大的地区鞭长莫及，应该在台湾北部另设一个政治机关。我会奏请朝廷，在北部设置一个台北府，让这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岛屿更有效率的开发，而且要解除禁令，让更多人民加入台湾的开发。让遍地的资源更能为朝廷所用。阿爸，你包袱啊，看好的哦。哦，啊，去做下吼，咱有底就要办呢，唔如好记得拿出来先嘞哈。係啲，死人係準備報復嘅啊！阿爸，坐等等啦，我按心者哦，土先生聽錯未來啊哈。原來做嘅係啦，你係淡水，幾人呢？萬一你生大呢，要轉移福建呢，你家境牛年啲嘅態勢，唔係要等到那樣事啊！哦。阿爸，聽的啦。土先生，送上來嘅啊！內容啊，完全按照你嘅要求，統稱可有嘅重要性。多謝，嗱，嚟聖誕節啊，我看到兩封信呢，天朝嘅喪州，幾經牛年天，重新開曬牛年嘅啊！林峰啊，真清楚我是老人寫好了，不過啊。我還要提醒啦，這類不宜生命嘅種子哦，就係講係最冇用處嘅東西啊。佢哋官府地位嘅人啊，有幾啥用的呢？但是就係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所以啊，我忘記安多啦。唔會，你係咪冇教育？你係位生態人啊，係真係關心台灣嘅人。係冇，現有位雙州強勢福建巡撫，行去巡撫到台灣鄉咯，嚇！當然意思啦。好，多謝涂先生，今日來去嘅嚇。啊，我係保護嘅。哦。爸，包袱嘅。
叶春啊，我老爷爸写成清楚，都在错家不错。按多年来啊，那就唔知道伊写过几多个错字。大家诸罗富商啊，伊那就去了，结果啦，杀成太岁了。伊这个消息上，唉，真看起安样啊，一摆一摆梦的，又一摆一摆神梦啊，万年盼的家样去喏。涂先生，天意无彩的，天朝你无办事小事，阿爸一下就抢走的蒙等天以为，草木啊。David, Sir wants to use coal business to exchange new mining technology. Do you think it's possible? Well, I think anything is possible. It depends on how to negotiate it. 沈太爷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出去，出去！马开出去，我要请沈太爷啊！你不要以为你老我这么看对你怎样？你给我出去！ What's going on? Let's go. 我要请沈太爷有董中央的事情啊！沈大人不在，就算他在，也不会见你的。唔会，沈太爷喺堂东来讲的，天上会见我的。沈太爷，沈太爷啊！你别喊了，你再喊，我就找人叫你出去哦。我没人闹事诶，拜托梁嫂，莫叫我出去，我哋嘅苗你来，通地动道嘅时间，我有董中央嘅心呢，我情书交俾沈太爷啊！拜托梁嫂，让我统传一下，我真系有董中央嘅事情，我同沈太爷讲，也系为国为民嘅大事，唔系叫嘛该。 喊神牙贵有诶无诶啊！都说沈大人不在啦。开采铁油系为国为民诶职业，啊根本啦系毛老爷新诶搞本沈太爷，啊天窗唔会借诶，哎呀就抽一鸦片点沈太爷。那这样好了，你把信给我。 我帮你转交给沈大人，给我啊！你见不到沈大人，但是我能见到。既然你不要，那就算了。快走，快走！哎，真的要让我心呢，搞不沈太爷。你放心啦，我会转交给他的啦。 就老高呢，也放心呢，真的懂重要。会了会了，你快走，你快走了。老高，已经签了的，其他的就交本天公办的。领导，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朝廷已经批示下来了，同意洋商参加煤矿的开采。那太好了，这么一来，大人的计划就可以开始进行了。你立刻写封英文文告，告诉各洋商，就说我开放煤矿的买卖，只要哪一家洋商达到我要的交换条件。 就把煤矿开采的同意权交给他。是，学生立刻去办。
参见大人。今早，我记得你是从猫里来的，是吧？是。你听过石围强庄有一位吴林芳吴庄主吗？没有。大人为何问起这人？这是他的陈情状。这个人令我佩服。吴庄主为了挖地油，妻儿都相继过世了，他仍然不气馁，以此为志业。此人坚毅不拔的精神，令我感佩。大人，恕学生回话，您不觉得一个人不顾家小执意而为，不会太自私了吗？天照，如果为了己身的利益，那当然是自私。但是吴庄主挖地油，是为了帮助普世大众，这就不同了。这种无私无我的精神，十分可贵啊！如果人人都像他，大清帝国定能千秋万世啊！大人如何知道这位吴庄主不是为了己身利益呢？他妻儿都已经相继过世了，这吴庄主仍然执着地挖地油。等到他挖到了地油，可以给他荣华富贵的时候，谁能跟他分享？何来的一己之私呢？剩下的就是争一口气了。争一口气，值得为了争一口气而牺牲全家吗？厅长，世事皆有千万面相，是牺牲还是成就，要留待后世才能评断。帮我回封信给这位吴庄主，你就写，我已经读过他的陈情状，他这种精神，不弃不懈，可敬可佩啊。本府啊，为走强身上开判体，到时啊，安排伫 America 运来转将机器老洋人技师啊，来了天热体油啊，林峰，唔怕会啊，真见我进行咯。林峰叔，恭喜！我就伫了心态人，係個有心人啊，哈！錯啦，心態人啊，係有心人，啊，係苦心人，也下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啊！阿爸，你阿詩同上天朝寫嘅。亂講嘛該，哪有槍咯？你哪有亂講啊？你看就強用啊！係有人講，係天朝寫嘅，我冇愛信哦。楊鐵啊！啊，錯啦，阿爸，也下使用人就講，我來聽說人熱體油的啊，看好係咩先整理啊，準備一下，啲油漿吼先冰冰的啦，吼。係啊，林峰啊，今日下用人愛來咯，應該也準備張錯啊，係嘛？林峰。到了。明天哦。Here's the bricks column. Then you have the fire comes up. 这个就是转油的蒸汽机啊。那现在这部机器在什么地方？ Well, I expect this machine is going to be in Amping Harbor in approximately 1 month. 那工程师呢？ They are coming together. 希望一些事情都能够顺利利。 Well, I also consider that we might have a little problem. 客家话。客家话是有点难。
听着，你是客家人啊？是。Oh, that's great. You can help us. 听着，你有什么顾忌，不妨直说。没有，只是学生手上还有很多事情都忙到一半，担心走不开，而且当地应该有人懂得洋文，我想是不用担心的。是吗？是。大人，如果没什么要交代的，学生先下去了。去吧。Son，我知道，我会处理。要过一年呢，阿爸身体当轻，我都唔是少。聽朝，一下伊3年都攞杯神飯，我都要保佑佢哦。還有阿爸等你面人誒，我都要保佑，容顏實實。來聽書記一天要呢，也沒到天意，看唔到很多啦。好吧，天意唔了啥，到這邊好好照顧自己。還有，我保佑天朝平平安安。爸，來啦！蓮鳳啊，容顏愛來涂先生，容顏愛來咧。真的啊？苗林種子權鑑，America 嘅柴油技師落手邊日出已經起上。你講還有乜嘅需要協助嘅地方，就得請教老本府承報。蓮鳳啊，見到來咯！來。蓮鳳啊，佢兩位哦，喺朝廷啊。搶那個柴油技師，兩位係建士先生，兩位係洛克先生。He is Mr. Wu Linfang who discovered the oil source. 你好。I have heard that you have spent your whole life looking for oil. This impresses me. Please tell him that I admire him. OK。蓮鳳啊，叫坦講啊，一有嘅事情啊，佢當風呢。多謝。哎，涂先生啊，用張兩聲音啊，我們講有帶乜嘅野油嘅東西來。哦，野油嘅東西啊，其實家伙哦，跳太啦，硬太跳哦，天去要叫我轉來。哦，倆今日啊，先來去探個油源地啊。好冇？好，現在嘅兩聲，你看現在。哎呀，Gentlemen, please come with us. I hope you are satisfied with your room. Please. 蓮鳳啊，你要去買呢條地方。鳳英，準備條東西，請大家叫下來食啦。
Let me introduce my family. She is my wife, Xiu Ho. She is my daughter, Yang Ti. She is Mr. Wu's daughter-in-law, Nie Chun. Hello, welcome. Well, you can speak English. That's great. 你好。No, I didn't. 杨Ti啊，唔是强啦，一条用人哦，大酒壶嘅房子就要按用。啊，关你就好，关你就好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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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啦，按用咩做对啦？你好。按用要做对啦，按用要做对。This is the place we talk about. I think the soil composition is not right. We need to go this direction, higher up. We dig oil before from over there, so maybe we should go. Okay? 顶峰。林峰啊，杜先生，你阿位吼太浅了，这条门啊，还有那世界都体有嘅。哎呦！ 有，去天地嘅片。我咩也用上，嘅我研究带佢哋去看看啦。哦。No, I think that here is a really great place. I think that we have found a possibility, and we have an iron and mineral content that is going to allow us to find oil, hopefully. 杜先生啊，你用嚟講，你講乜啊？佢講啊，武漢河水嘅奶啊，太慫啊，那雜質冇像你阿邊按用啊。 還有啊，佢夾鹽過啦，該片嘅油啊冇啦，冇像兩邊哦按爆咗。佢哋哦團天啊，兩天啊下空嘅千度嘅油哦，兩邊油去按爆咗，佢做乜講是鹽唔到天油啊？那有問過嘅啦，電視先生講啊，你想嘢啦，你是人產生，當然也冇啊，最冇可以到400冊。 400冊啊！哪有可能熱到400冊？唔是少啦，佢哋啊是熱過前2冊嘅油漿呢。你放手，郭先生，記起來啦！嚟看啊！ If we have the boiler, we can pump the oil to the surface. 地方啊，唔是少啦，有兩家伙天做咗條嘢都有嘅。天好嘅。 Let's begin. Okay. 呀，就老天公開放，
迄速降图，汹涌，千万斤存个铁锤，利用整体机就做得爱用本机打上打落，人啊全就唔是出来，坐伫顺头看得就好。让人安个太杀骨啊，就做得了机总吹头。小姐，你看到吗？俩张还真的野狗。先生，孙能用的呀哈。阿飞哥啊，唔讲啦，爱讲啊。好啦，林芳，以后俺就出讲了。风水是讲啊，洋人野游嘅地方啊，喺社会上为两孤注嘅两头天，嘅两头係火，嘅天游啊，就係兩頭嘅血啦，唔到一下啲嘅熱咯，就落嘅風水哦好睇咧，人哋社會上哦。嘅天就會派啦，錯啦！睇下手講哦，你條嘅醬哦，吞咧，冇再熱咧。兩三先通來講，那風水師講嘅法，當然就冇強用。兩個熱天有嘅地方，以前就熱過嘅，稍微就咁樣嘅。你都見咱用講，阿芬嘅停煙嘅事，冇聽錯啊！係你破啲風水。丈夫暗用啊！錯啊，還有什麼呀？事情哦，做唔得按用論嘅，冇去先計到嘅哦，磨皮磨機嘅法。哼，唔得嗬，唔通風水師講嘅，天公伯我接翻唔到啦。就算問天公伯接翻，你阿媽係命，老爺天又無關。林峰啊，發生暗多事。你用嘅好唔緊哦。啊，係啱學個。大哥哥誒，你係兩回事。林峰啊！kill him! Let go! Let go! 大人，石围墙庄的居民速度破坏油井，事态严重。王大人已经派人声援到石围墙庄那边守卫，保护油井。派兵守卫，这只是治标，要让当地的民众了解，挖地油对朝廷是何等的大事，这才是治本。听到呢？已经派人通知，在来的路上了。下去吧。是，大人。学生认为，当地的民众迷信风水，认为挖油井会破坏当地的龙脉，会带来厄运。要破除这样的迷信心理，除了把事情说明白之外，还需要时间慢慢疏通。眼下，除了派兵守卫，请王大人继续向庄民沟通之外，也无较快速的方式可以解决。听着，挖地油这件事事关重大，你替本官找个适当的人选，要能够处理洋务，会说客家话，还要懂得当地的民情，然后派他去协助吴庄主。必要的话，本官亲自走一趟啊。是。林峰啊，庄民接受唔得，上课啊，向官府来收奖啊。
也都耐用死。哎呦，张超！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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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 country bumpkin! The drill will break at such a high speed. No! No!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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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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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峰啊，用的啦！我哋叫啥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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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嘅 no。How can we make him understand what we say？ 哎呦，佢用啥來人呀？最好講行咩 ？Why doesn't he learn English? Maybe I could learn Hakanese. Your daughter could teach me. Good morning, ma'am. Hi, come to teach you Hakanese. Thank you so much. Let's start. Ngài sư bảo ấy, tổ cha. It means I've eaten, I'm full. 應該說飽的到茶. Good. Indeed. How do I use Hakanese to praise a beautiful girl? Same way, 你懂講哦. Same way, 你懂講哦. Great.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Samway, 你懂講哦. I love you. How do I say that in Hakanese? Mr. Jenshi,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I have a lover already, so I won't be able to accept your kindness. If you don't stop it, I'll leave right away. Sorry. I'm sorry. Let's go on. Ngài sư bảo ấy, tổ cha. Police cha三苦多cha so di是里 take不对不的哎爸啊，你來要休生嘅呢？呀個。阿爸吃嘢天唔開始，唔就喺度要有精神，你喺度要休生嘅。係啊，阿媽只咁樣樣知道呢。阿爸你係生日啊，到你阿媽冇乜好橋嘅，常常會夜到天有天天啊。30幾年，可能就會生。阿爸嘅心情當然蠻好，哦。係啊，喺田姐妹都不卡，記住行較好誒。很多年呢，一副新的個夢想中了，你莫出來。丁昭，本官要你找的适当的人选，可以出任本官的钦差，你找到了吗？学生无能，还未能想到适当人选。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能老是让吴林峰单独面对，朝廷要拿出一点魄力来协助啊。猫里的油井还没开始挖出地油，能不能成功还是未知数。学生驽钝，不懂大人为何一直如此费尽心力助吴林芳。听着。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坚持己见，勇往直前，毫不气馁。吴林芳吴庄主这个人，如果本官没有看错的话，他将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大人物。
Try. 哎呀，还没好哎，有没有盖？要安抚啊。Coffee. Coffee 啊？你要 coffee 哦 ？No good 啦。唔好使。係啦，唔好使啦 ，no good 啊。Happy Jane! Happy! What happened? 你隻父母佢真係條男模啦 I cut his hair to look more handsome. 講啦，講也師傅啦，要不然落子大戲，不用找你管了。大本事，大戲了。OK。哎呀，太條，好在呢度條男模踢他，搶嘢嘛嘅樣誒。轻松已经在飞，刺撇脚下嘅土地，无想。